台语罗马字白话字基础班第11课变调音，用声调做练习。白话字的变调音，台语上大优美，也是甲华语的特色真大的无同，就是有变调音的系统。总是变调音也是台语白话字文法上界复杂的部分。变调音是用伫讲甲读的时，字音会亲像音乐有悬有低，爱变调。变调音也有分做固定变调音甲特殊变调音两种。固定变调音是写变读，第一声变第七声，第五声变第七声，第七声变第三声，第三声变第二声，第四声甲第八声会互变。若是字尾是用虚来做表示，第四声会变做第二声，第八声变做第三声。固定变调音，第一，台语白话字每一个字音单独发音拢是本调音，也就是原音。每一个字也拢爱写做本调音。敢若讲甲读爱看位置，伫倒位的声音来变调变音。第二，既然有两个字音以上的诗句，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的字音讲甲读拢爱改变调音，亲像电脑本调音电脑，变音是电脑。农业本调音农业，变调音是农业。花草本调音花草，变调音花草。食饭本调音食饭，变调音食饭。第三，既然一句话有三个以上的连结词，无论是四字、五字等等，除了最后一字毋免变音以外，其他每一个字音伫讲甲读拢爱改变伊的调音，亲像手机仔本调音手机仔，变调音手机仔。无线电本调音无线电，变调音无线电。枵鬼囡仔本调音枵鬼囡仔，变调音枵鬼囡仔。厝边头尾本调音厝边头尾，变调音厝边头尾。536本调音536，变调音536。蔡英文总统本调音蔡英文总统，变调音蔡英文总统。第七声变做第三声，亲像
上帝，本调音上帝，变调音上帝。义理，本调音义理，变调音义理。动物，本调音动物，变调音动物。老人，本调音老人，变调音老人。妇女，本调音妇女，变调音妇女。顺序，本调音顺序，变调音顺序。静静，本调音静静，变调音静静。滚碗，本调音滚碗，变调音滚碗。混合，本调音混合，变调音混合。利用，本调音利用，变调音利用。寺庙，本调音寺庙，变调音寺庙。手拿，本调音手拿，变调音手拿。市场，本调音市场，变调音市场。尽力，本调音尽力，变调音尽力。命令，本调音命令，变调音命令。起床，本调音起床，变调音起床。拒绝，本调音拒绝，变调音拒绝。另外，本调音另外，变调音另外。受理，本调音受理，变调音受理。离开，本调音离开，变调音离开。长路，本调音长路，变调音长路。强和，本调音强和，变调音强和。效果，本调音效果，变调音效果。良药，本调音良药，变调音良药。调查，本调音调查，变调音调查。组织，本调音组织，变调音组织。厝倒，本调音厝倒，变调音厝倒。丢角，本调音丢角，变调音丢角。问路，本调音问路，变调音问路。旺盛，本调音旺盛，变调音旺盛。任何，本调音任何，变调音任何。民主，本调音民主，变调音民主。号端，
本调音和端变调音和端。油啊，本调音油啊，变调音油啊。乌啊冰，本调音乌啊冰，变调音乌啊冰。高工，本调音高工，变调音高工。雨满，本调音雨满，变调音雨满。写台文，讲台语，请继续打拼，努力。